有场机会啊，唱出两场开篇。那么今朝呢是这个纪念活动的第3天，我是非常感谢广大听众。但不是讲客气闲话，一个演员啊，让听众当中不予成长。上年的一年剧，听客欢喜听点少，不欢喜点少。那么一年下功夫，所以该唱当年，我觉得很光荣。但我最后大陆呢，也都觉得这都还是比较对的。那么今朝电台浪向么为呀走步，的确心情是这样，有许多个广大听众，这个场子里向总归受分。那么我很心里向不安的了，因此么今朝这个广播呢，心里向比较安心点。那么有个卫生周部门我想发出。外国人到底懂得到一些呀？第3日，自家晓得年纪大，嗓子不灵嘛，配兵就将，侪是叫得来的呀。刚刚是胡适虎、余伟全唱得就好好。前2日嘛，北京来个马忠伟，搿唱得来个是用不到活动里合唱。今朝么是低音，前2日么是高音，北京女高音这样的，而且你是模的，你当场好一2样，你一改个这样。今朝么不是个男低音，啊可以讲你女的，不过你3高里不能包到一道个了。这样的呀，模的呀，女的呀，这样模样嘛，不还是比基本不是的。那么非常感谢听课。今朝么这个贺岁呢，是你本场后上海平台头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高。那么今朝请你来。没让我唱2句嘛，我这个来想呢，舞台生活已经50年了，上映台湾，搿2年是受得麻的，是养生好用在麻不里向吃了。唱第3嘛，我想我不是很多听嘛。
梦中神。听靠着那让鼓励我，想你妈50年下来着，这会拍他两上吧，只是一塌糊。那么今朝你是个把肉肉喷妇，我蛮担心张铺失错了。年纪嘛大的，已经要改成1岁要10个呀。前两年我用心灵，今朝嘛把肉肉，明朝嘛也要用心灵要10个呀。我受错过呀。有一趟那个辰光叫西洛斯，唱欧大人娘们人把被唱头，本上去头一句就错头。我说今朝是一位欧大人娘，听咔嗒咔嗒。现在休息，听看一听一好的，然后欧大人娘弄出休息来，那么大家看我呢？我写的错的，我不要实体去，哪还是认错呢？其实呢，他3年嘛，别紧了。我眼睛不要像说起，向北方的很宇宙来。我是一路到此地发火欧门，你们上来帮门，这情况我也没办法。开门啊，开门！想不出话去，只好说起。我说里向老婆，只好老婆不儿子了。那龙子发火气嘛，只好了。老婆听见把门收起，这门嘎头开了一口嘛。我说个老婆不认得，是不认得，哪不得认得？个老婆哪不得认得虚心？当我们一块国东一手，我是个虚心气啊！哎呀，我把你这个狗头了，你把我家娘子真让来风塌下，布上面膜，染红的心上。今日令我要来恳求你放我家娘子，期待山门不开，不放我家娘子。哎呀，我把你这个狗头了啊！我说徐熙带几缕来一口，发话哎呀，弄错了，我分错这个字，徐熙弄错个不关我啥事。那么来明白之后再说去。那么今朝这个虚岁呢，414气不相神仙庙，我特高兴个，要把娘娘归这里生的无忧，生的无忧，他出家人不许往来，你来这个听闲话。今朝嘛把那2个身上抽的，说来去不相信啊，已经把那举来了昏迷的就你是讲不说法。不理你俩人生么还得去送人生不长事体不理做做。随老神仙庙隔壁2礼堂里向，忘记2人生气，徐飞身边一抬嘛，写得身上好什么出去对对。一到人仙庙里是好不像个，侪是有神仙2字，而且神仙花、神仙糕、神仙乌龟、神仙茶，今朝是最上呀，李人样上的。叫啥的土地上烧得香，搭到露台上，听见2个鱼靠到了大广场。哟，来说，来的呀，1万绿子。嘿，不现在总会办上的。你打扮特别个噻。嘿，是呀。哦哟，今天难办的了。哦哟，这个男的出来不像，好不像的。哎，那不是呢。哎呀，那是要走起噻。啊，走着。你里想上浪还去不想过了？上浪？哎，空上没啥不像的。不过我听别人讲是上浪有个台子那海话。台子嘛已经看见过。哎呀，两眼过，这个台子满山浪下来的呀。哦，满山的。哎，本事大得不得了。我哪大？大海为是出马风云来雨，7国里一样，你不个洞里一探，夜风随雨风，夜雨随雨，还是还不像个。说个天浪么子好麻个。哎，7个洞里一样。没中啊。有个种子体个。有个种子体个。大家去看看看进来，怎么？假使真正有家人，我预备搞了7个洞里，马个来想不想？厉害了！这。虚一天没跟他白玉的，想我也去看看。假使真正有家人呢，我预备马到云州去把那家做不相信。今朝你摩托高山出来想想，打到隔壁上浪一口么人要几把，围了一个圈子。这个马山的是让台上想做生意，个嘛也有家人，的确有家人。你不里7个洞里。
譬如你要马云风7个动力，你当你水心里向里和服呀，好，那么你要风等些那个做水一放嘛，非叫应当当一来，顺义这台风是不来噻。真正风稍微大的是谁俩你好跑到龙上那面得来想，这个马山大是你山浪向头来的，摩托师推自己想法包，后来嘛照样当屁，推步娘把一冲，今朝嘛这上嘛来做生意。李老大郎向身高不差，浓眉毛包眼睛，大鼻阔口，两耳大招。阿五子天庭上帝国大花，现在去吃了做生意，生意来得个好。你个平南南日茅山之上，张印法官便是。兵到下山，这因大地太大，要谋划水地。兵到还能够养妖作怪，纷纷不吹。还能够出卖风云雷雨，要买嘛，快来买呀！马先大子，我一打一起过来，来，马上来想帮帮看了。好，生意还没你我这个动力磨皮光，擦浪一多，不必涨水来，薪水拿来。啥叫啥薪水叫？薪水也不多。什么了？积蓄为薪。我积蓄那？到哪里节约嘛？夫人的病，到哪里水心里活着啊？好，收进了。晓得，谁哪里想着玩？10天。放年夜。一放谁会想玩？放年夜。不放。10天最起放。你到阿东要好好做个手法。走起也不放。130年老了，你要带第二天的过。嘿嘿，你不懂这是？我们要带神女郎去放。神女郎放来香，神女郎出国来没得听提醒，有道理的呀。啥个道理？我神女郎想放，神里也听得见嘛，神也听得见，7个动力还轻轻随人说不走人。我也不想个2个动力，你4米做得几个头啊？那哎呀听啊！哎呀听嘛，跟我一道去了。那么给他，给他没想还不想？我听不落了的。一些点还不想的呀？那么谁听之内再说？李主门不听。来，进了。许是一口梅得16鱼嘎子。可是我阿爷妈都人走去不了高山不想想了，眼睛人带里向嘎过来嘎单子的带跟随么身边57个动力嘞。啊，道长，我这里有7个青布也每一道将云。好，生意好不过，面宽不可，出来来里多，薪水拿来。是，到哪里这里嘛要和服带你当面孔去，但是一看你当面孔就好。啊，说天道子啊，完了。啊，压力功，说天呢？不好的呀。跟你是人啥个事情啊？这位相公他乃是炼妖人。啥叫炼妖人家？啥叫炼妖人啊？家中与妖谋顺绕。我里向有烟光。这倒是要请你光彩。哪了？生意好子地方做生意。哪了？你要是个啥人呢？不认得我。周记上看保护上要带的个许相公。谁家的许半岁的许相公，哦，3年我里向有阳光，你都看到了个？真的。这个许相公，但是在海市内屋里向有阳光，来上去海里为把门，啥个阳光？说到这把门的，你自家说的分文不追海里走，为不说把门请你光，那重新。是许先听上门啊，我屋里向有阳光。那么岁了，海人几个浪向一打啪，铁大队浪向，道长请了。相公请了，通朝让等前路。是个肉。先问相公真心大名，付诸何处？所闻相口，心虚名息，双城海文，在周举阳开始，百红堂写下乐谱。大可山不记得，请问道长法报谁何处？并当然是茅山之上张印法官便是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都失敬了。啊，道长，方才你言的，我是个炼妖人，不知我妖在何处，鬼在哪里，但要请教。并当看您和天之上有千百耳光，家中有千百耳妖。
是一听啥么子？哦，我屋里向是绿有眼光，有清白而已。可想我屋里向送光几个你们手在手的吃过，可啥让我来个眼光呢？这呀！理想世界外头抵挡你们宋光只有3个人，2位先生并小儿，2位先生一个仙女，才是阿叔王永强家来的嘞。可总不记得是烟花来。虽说理想世界嘛是3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可我不记得是烟花了有，一个高仙，一个三清。不守贞，一女相亲亲，后来也会不与亲。可啥人过来个眼光？戏子不守贞，婢女相亲亲，不守贞相亲亲。哎呀，亲了把谁与了孩子们？莫不是金白儿娘，既是那其余的阿为我刚才到三清十六眼光，他们是人美花样比诸神，那得想到子，那么我老就留着动身的辰光，家父对我实习。是我刚才是眼光嘛，我不相信。可哪有的事情是俺欠的呢？可但是我到底就不认得个。可你哪会晓得我屋里向有亲了吧呢？我与他素昧平生，与相识。是高些是眼光的手，可是有心不然。以前没对我没害，可面孔一辈子，我命啊也不得个。这个是心文公是文生。但是看见的浑身发抖，么个做生意做不得成功。随后市场去毛皮光么中国讲着，下个不用惊慌，平常能够养妖做官。哦，道长能够养妖做官，非只要多少文人。这个，这个男女姑哪领不清？刚刚我挖呀，我养妖做官分文不取，现在在海里说，哎呀，几户人子你还难搞法？本家天天拿反动的没要银子的人，一做个年都没有着。下个出家人养妖做官，分为之事，分文不取。哦，好，这倒是好。有点我不定相信是个中人。哦，说个闲话是说的，你刚子反动的，挺怪反动的。俺我是。好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是对反动的呢。别个。哎呦，老弟啊，俺听见。为别个了，别个啥么子啊？但是别个啥家？比谁玉王宝殿太堂，一月木花相公22两分银，一下是哟。老弟啊，
这个但是动力费给，也人资给。人资也不是利用给，收地个呀。收地了哪没看见个？随手利用做2个月刮刮的不举，12人资一个人说具体啥？想刮，你那个这个拿海里抓，海里抓。许是一天嘛，我要你2人资，哎呀，今朝出来不是样个，人资分当。别个我身边有你2人生了还，要么大里商量商量，谁去？哎呀，这些我弄人资再来说，不晓得你答应了。啊，道长，这回我来得匆忙，非对人良。哦，我这里衡量人生作为第一，你是可喊我？人生是容的，这个大是地大大懂的，可以呀，可以。如此人生在此，大家过来让故乡一把概率一改嘛，看个人服不着，但是去后。哦，你看出来去后啊？去后哪看出来去后的吧？哦，先低着吧。你想个人生往故乡里一把手里个人，哎，别人讲我的腰瓜得加油费。那么随手有嘛？做得脱你啊人？他气个呀！你啥个已经跑到故乡里是哪个啥？哎呦，说的事实是。你阿伟做你？真正的阿伟做烟花了呢？这个，病到倘若不能够养药做官，取他1两生生为他10两。哦，硬得硬个。我三个做不脱烟花嘛，1两10两是。大家听几个？大家听几个？哎，大家听几个？干嘛没好但是啊？哎，这样啊。你做不脱烟花嘛？我们去加过2两这个来称。对。为着那2两白1斤，哎。1白1斤，大家听几个？大家听几个？这个但是马上屋先打开来，底下拿出来一头斧子，才是毛山浪向推下来的。搿浪向个硬壳子叫结棍，结棍就结棍那个许多硬浪向。3张5摇摇，半半一把嘛，都来包厢里向是女一放。那么我负责。我哈医院嘛，把他带了，先过。此举连服3道，拿到家中去养药做官。是。第1道领服你上山发迹，以保子孙。晓得。放那对法里，要花不干净那个身的。第2道领服贴在杨某车之手，布下天龙地网，杨某不能到人。第3道领服花在鸳鸯水中，喷到杨某身上，立心云影而死。是，是吧？啊，我不是你去做烟花了，害我去做烟花，我跟哪来着呢？哎呀，道长，杨爷做官嘛，我是弄不来的。相公，你3道领服不放肆的，快快去吧。太王杨某明白。不当文凭的。这个烟这么快的去做，非则不来烟花现得了，非人也出事体。我们也没去吧。上了3大领部眼睛身边看一看么活的，那人堆里向他出去嘛忙着我里向。但是人家做生意好得嘞，看个人马不肯塞，谁要听外人了呀？要等休息来了哇，烧个烟花呢？能够做个呢？有2是帽子大兵的了。因为今朝要不要去中国随便那要看个酒精那海了，这个2个放来香的嘛，这个地方到底说得出做得出，不得창门神门弄上里去放来香，这就我搞了。假使我一放500声音，么个大是1分追了为好得100张，得要试试看。一放，当空声音来得个响，哗啦啦啦啦！不晓得一个人听见的，啥人嘛把娘娘。因为这个来向的창门神流浪向放了，白舞堂开了组长是活神脚。今朝娘娘是接受了演唱了，做的真先生。啥那个半空当中，哗啦啦啦一声霹雳，娘娘一喝，眼睛拿真心往这灯边里一放，咻，此内掌心来哇，这个是掌心来。能够放得掌心来，必定高升高的。那娘娘为心路走上我了，我咋奇怪？去呀，娘娘！西边把女公盼，听得那么掌心来，一声声气切。
些谁动我吃的么学该之门东啊夸啦啦西呀夸啦啦唔啥的，但在红人当中我会是第一手听见的，不然唔上我谢姑娘了我的抵挡，也不能帮张姓那个人走过，等了许些门的包容是非离间夫妻，可是也出事体的。啥个？观察事情去喊许些带流浪来，我们来打理扎特几脚鸡们打烂你个身体。哎呀，啥娘帮张姓那个人走游子，我再放你下去。对，青儿，青儿。叶青青刚刚拿上来，送点心不拉许些吃么？许些发了浪抵挡了，一门没得还两个身上帮许些说句话。张不过老板娘娘听见说想要关口，是里头男儿去的王永昌打起。那么小青青点心拿进来了，穿过天津听见上头哗啦啦嘛，抬起头来一口，天没好。那么中国春天的一个漂亮，你这个啥意思？有点疑心着。点心放他们的想去问娘娘，娘娘头比个高，娘娘是青儿。方才先生穿过点心，听得当空一声霹雳，什么意思讲？哦，你也听见个青儿啊，思想你是扎心来，扎心来，这个有啥稀奇？哪一个反对？定是有大人的身的。哟，觉得吧？难道怕他们不仁？高上但是怕的啥子？怕只怕在你东人身啊包来，谁不能到东家身上吃点啥子体？青儿是没得下面，所讲你家东人亲然绿的。相公他不在地中，哈，哪里去了？二位先生意的他哪儿去的？哦。娘娘听见许些的男儿怎么搞你不放心子？为啥么男儿来窗门外头？这个来向窗门城头上放，非要惊人出这么眼眼的旁头讲。那么是啦，让我来数数阴阳看。娘娘这里起，不么面孔当日走色。哎呀，青儿，大事不好了！后事尽青儿啊！神仙面内八仙这下面娘里的气势大不？与他去就是了。说是沙乡大鱼口，面中女几个满谁的，他家中有情不言。是啊。野瓜子呀！没和我许谁来做野瓜子？没和娘来做娘。娘，待青儿驾起云光的神仙庙中，这个十大的性命。哎，带你看看嘛，那龙龙是也都来了。可这来让他别出事体个。可满谁带着铺的啥家？青儿啊！满谁？从此也吃谁但青儿，你趁此相公为必担，
许谁做来，我不是喷的内身浪子，你也吃不下你等气与危险的，快点追吧！一次次女人这个拿弄法了，青儿快快追吧！小青青带里口口，还是我为得追的。哦，你娘娘与你我到对着他，青儿不去的。哦，不追，可你不这么拿弄法呢？哎呀，做你的青儿啊！可现在辰光嘛，还是靠义气个当口呢。娘娘一祝你驴们，儿子，他红上能立起身来么？海上，青儿，娘娘，随我来。是来了。娘娘随驴嘴，小青青背驴跟。娘娘追到不提跟随，眼色一回，小青跟过来，哒哒背么手起个两手，那小青的肩口里向一张手海上，青儿。了，哗啦掉转身来就是一张手。啥的老了那么分旁边的，啥了那么小青像啊呀一声么流浪怪物去，真，低得快背得快，比不唱是疼，一顶嘴一抽不人起来，俺的话，那我什么做不到，你哪的话？干嘛？哎呀，再上来你来不及了，看见许三姐那进来着。这个护士喷到我身上，我一出牛音，我打不破了。一出牛音嘛，话说完了，我不得说，娘娘好事体本月弄糟了，我哪好些牛人？一个许三郎进来嘛，就要进到天井里，看见看井，往井里向轰隆咚，跳下去嘛，到井底哟，当时中间上灯。到底就你的许三呀，许三娘娘对你实讲好，你来做阳光，我总归认得你。今朝娘娘太太平平、安安逸逸嘛，我看娘娘面上可讲人家当你打下去。娘娘有点说山上两端了，那么许三呀，许三，你打头是个性命了，让我手掌之中，你得当好子护公官了，让等。娘娘看见小青不上来嘛，那么回到房间里向张来们的身体锁定。像这些许三奴子虽然领悟走来，服侍喷到我身上，内行了嘿，这也不里喷别的。我这也搬了房门背，等到许三奴子杯子进来，我嘎吱嘎的，努力这杯子一拍，啪啦，你也说不出来。你到20的去高兴，你啥天弄我服侍啪他。别个娘娘想实讲了，许三女言女心，我高兴，个夫妻做不上的。夫妻呀，这一个字还也不用上，要两下并一下嘛，恩爱夫妻做得上呀。那么也到里做夫妻们呢哈，最娘的喷，那么痛喽，好啊，也到里做夫妻嘛。这个娘娘想我手上俺熟了了，面孔对房门，许三对下，进来咋不够喷的，是吧？我来背对房门，高困着，娘里还对着我的。什么娘娘身体不住来嘛，就往正张台上向一看，这手困着，眼睛鼻子一些张开了一看，门前有面金子，你为不放心，随侬金子上这块金佛，慢慢间放下来。啥体晓得个？这些不是喷到我身浪向，虽然我有700人的等，做行为口音啊，这个，但是吃上痛，难免硬啊，并不悲剧里，虚心了悲剧，金子上看出来可是不绝的。娘娘在室里看么，张台浪向一看么，就等来来喷。昨夜瓜王又走来着，3道灵武把他身边奔得了满头大后，接得来。俺看出来都是有光的，到此地保护堂门口么2个先生看见，东康来猜。要开店个组织的。老板啊，开店啊。陈师妹阿不是啊？组织啊是啊，你出去找总归蛮有意思的了。嘿嘿，你想啥了叫？俺就这个陈师哥。啊，还不行了啊！许大力就你的，我有个种功夫当读功夫的，我的这是不得了个大事体，头低到嘛往里向，哒哒哒哒。咦，啥去？啥去啊？长面孔头发对吧？过来，别说去讲。啊，
不懂。谁是内话？那没用我呢。每哈娘里去不想想，当2两人生气。那大组长。神仙庙几户干了，本来就搞人仙呀。哎。没是办法，这这里当2两人生，把本搞打脱的哇。哦，这个人生着是。哎。哦哟，根本也得啥呢？开店个老板呀，个2两人生嘛，搞他们有啥道理？么你中人搞吧，有点心啊，不说得起呀。2两人生，不是2两老不管呀。哎，我当不错哎。难得得住你，那么真正来当个招呼吧。当个招呼吧。这2高头了还有你来做油瓜子。加上许仙到希望里向希望门板块上，我都有手身体手里3大步拿出来，抬过上一挂，这个心啊跳，要做油瓜子。刚才抬我10行好，哎呀，做了非要做。作为每下个人碰上去，你也问啥事体？不理晓得个桩事体，你想去啥？啊，你不得当我油瓜？那你能够听不人讲闲话？佛祖嘛想想苗栗的是不大都对了。许仙呀许仙，李龙江歇歇叫自家吊是吊，海文啊海文，娘子待你不薄，你呀在世啊在世啊。海文，多少在虚妄，想起谁人心带慌。我与他一见当晚无话说，等他死哟，旁头以后他还当要神情，夸这个的想想啥是夸他自己。好多多的人俩，今晚必神张。到门这走来里，拨我2张牛包，喊我去做房子自家开店。2张牛包的还是一堂客人，吃了一场故事，苗对不大对。我家既然是在我发牌之日，一定做。手到举臂双双，此女妖娘，你再不信我也一命放。今啊这巧女这毛山道，她当我让鱼呀哇，与我既然之意真巧合，难道娘子公正是妖娘？我想人呀夫妻总难聚上。为什么你对我们好妖怪总归妖怪？接下来你不能吃脱自家。那么你说的妖怪嘛，对我是很好，人当中也是要设计的，但第一个是人的妖怪。我今朝去什么人仙庙？今朝我等人仙庙里去耍去，发起发把老大事。告诉我随便的妖怪的人，对我好了，你是妖怪，我就不晓得，我就不好的。现在你想着要吃脱我们把屋里头最娘里打出这么老的，可是现在想没晓得你想要好了，哎，等我一路心欢喜聚张。我想娘子高。
水喷身，两无妨，他家海文永不逆胸胆。假使刚才真正是重症千金，可不来了说我喷第四张假肺炎症。那么你们肺炎症弄得好点心子，从今非要你问你知，对，还是喷。就说养东西箱子半日里还是要喷的。不要我们说个3星期半日不可以的，非要赔了咕噜的。水我水为讲，煤我水这样啊。我非要瓜分做脱了，把那要瓜水做脱子。希望们收起的门嘎头一开嘛，你说没公司，亲儿，想公家用啥？再听听再听见，你吃茶啊？事关我是要在你吃茶啊！我恨不得弄那一把金皮让井里向跟蹬，搿点金丝在那黑光子下去。我要吃茶了，我是要听你吃。还不生意么的多点子，道长一道，第一道领路上才发展140升，你这个4升定下去，这个你父还忘记140升。把事情错了，我大夫要对方的意思，每次打好背里静一静。第二道领路，贴在杨母出去之手，布下天路地方，上杨母不能到的，等起到流浪贴到王门去。第三道领路，道长一道化在浏阳水中，喷到杨辉身上，立即如婴而死。我咋说我一部后事，一部进士叫浏阳市，当阳后。搿道部地阳一盆灰往屋里向一倒，飞了面浪，你去搿这里，小一搿点灰晒到屋扎里去，让东西挖空人啊，都还要做摇瓜子。我只早说我进平门一上旅子，到屋体下头嘛，一日天本来要做到10几大顿，不过了今朝10人心虚。听见他夫妻，干了吗？不要想啊！这里百姓浪向狼活出来，到房门口第2道领悟，让过门里给他顶浪向砸了嘛！你想看看高三夫去那啥体？到底好。房门里掀开来，对里向一看，夫妻有问满城，高三当个冲。送2副当客冲，那这是受了那我不够喷的。真正的哈，我的当客冲而且百姓待我，这个害我喷。要到那做夫妻说法，娘娘喷你就不晓得。青龙龙一脚一脚移过来的，把娘娘背里一扣，那还是妖怪，有可能那个妖怪，对方没好，头巾7把，而且个衣裳太得来得个火。露出这头巾灯来喷，头浪向有头发，身浪向有衣裳，要么喷哪里头巾呢？那么许些阿外喷呢？这里药在地里向喷药喷乖的，过多一看，大嘴刚子不好，假是苗地不在里边嘛，你马上就很乱，只要这娘娘头巾里喷上去。富士喷上来，3个7、8扎银线蒙着娘娘头巾里向擦。说嘞，一听说啊，你养我比，今咱们我儿就牙齿顶级不比。